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國際風水師 Zoe。咁今日就輪到講呢個庚金同辛金嘅十天干啦。究竟佢哋喺呢一個2025年，佢哋嘅運程又會係點嘅呢？究竟邊一個係有行財運啦，而邊一個要小心有破財喎？嗱，聽完又唔需要驚嘅，因為好多時我嘅片呢都會係有俾啲小貼士大家嘅，去作為參考。咁大家都不妨去望下，最緊要都係有做準備嘅啫。嗱，呢一個就係我嘅 YouTube channel。如果大家係未免費訂閱過我嘅 channel 呢，就請大家去撳個免費訂閱掣啦。嗱，大家揾一啲可靠可信嘅 Apps 啦，然之後就去睇翻自己嘅日元究竟係咪呢個庚金或者辛金。如果自己唔係嘅，咁你都可以睇下自己係咩日元啦。而我之前都有出過甲乙丙丁戊己嘅片嘅，咁大家都可以去嗰度睇翻啦。最緊要要留意翻你嘅月份。究竟你係屬於秋天啦、冬天啦、春天定夏天呢？如果你係屬於秋天嘅庚金或者辛金呢，咁我首先要講話恭喜晒你哋啦，你哋係會有好嘅運氣嘅。不過大家都要留意一點喎，睇翻你下邊呢度嘅生肖呢，有冇豬啦、猴啦、老虎啦或者蛇嘅？因為呢啲係刑沖破害太歲，咁呢啲都會係有影響嘅喎。而我都有同大家分享過12生肖嘅片，咁大家都不妨可以入去嗰度睇下嘅。春天、夏天、冬天出世嘅人呢，咁你哋受嘅壓力就比較大啦，咁都唔需要擔心，因為我都會係俾啲小貼士大家去作為參考嘅。以下講嗰啲呢，真係要作為參考啊，因為始終都要以你嘅人生藍圖和你屋企嘅家居方向為作準㗎。2025年、2026年嘅火就比較重嘅。屬金嘅五行呢，其實都需要啲火嘅，係金條又好，首飾金又好，始終都要需要有啲火嚟去做個形狀出嚟嘅。如果太過多火嘅時候呢，就會影響到個運程啦，同埋個健康喎。尤其是如果有刑沖破害太歲嗰啲呢，就更加要留意啦。嗱，庚金係屬於一個陽金，你可以當佢係一個斧頭金啦，比較硬淨啲嘅。女性嘅庚金呢，如果你屬於秋天呢，首先就要恭喜你啦。雖然有壓力，可以講話係揾到錢嘅，尤其是你哋係自僱人士嗰啲，多勞多得啊。你亦都會有桃花喎，但係呢個桃花呢，就唔係咁明顯嘅。咁啊，如果單身嘅你呢，就要多留意下啦。如果你話你係結咗婚嘅，咁你可以好好地去運用你嘅人際關係啦，人緣係比較好，咁所以變咗嚟講呢，就好好地去運用喺做嘢嗰度啦，喺工作上。你哋亦都有機會係有呢個合作機會嘅。冬天、春天或者夏天嘅你呢，咁你就要留意你嘅錢啦，會使多咗啦。做嘢嗰度亦都會係有機會受壓力嘅，尤其是你有呢啲刑沖破害太歲嗰啲生肖呢，咁你更加要留意啦。即係佢唔一定係個年份㗎喎，佢有機會喺個月份度啦，或者個日子度啦。我或者甚至乎喺個時處度嘅，咁所以你一定要去睇翻自己究竟係屬於邊一個啦。生於喺呢3個季節嚟講呢，咁你哋就要留意翻，有機會係有破財嘅機會嘅。咁所以呢，就要小心啲電話騙案啊，小心你自己電腦嗰啲嘅 password 啊，或者手機嗰啲 password 啊，自己嘅個人資料啊，呢個真係要特別留意啦。庚庚男士嚟講呢，如果係秋天呢，你哋都係會係行財運嘅，人緣都係好好啦，喺工作上呢，亦都會係有機會有呢個合作機會嘅。單身嘅你哋呢，你哋都會有機會好明顯地嚟會見到你嘅另外一半嘅。如果已經有伴侶嗰啲呢，就會有機會結婚嘅喎。如果結咗婚嘅你哋呢，就好好地去運用你嘅好嘅人緣、人際關係嗰度，喺工作上啦，千祈唔好多心啊，因為如果你哋係有多心嘅話呢，咁就比較危險啦。因為喺呢一個年份就比較難啲去甩身嘅，所以變咗嚟講呢，如果你哋係結咗婚嘅，千祈就唔好有多心啦，反為專注喺你哋嘅事業上，反為對你哋嘅財運係會更加有幫助嘅。辛金係屬於陰金，亦都係首飾金。通常如果女性嚟講呢，就係好靚女嘅。生於喺秋天嘅話呢，亦都係恭喜晒你哋啦。喺呢個咁重嘅火嘅年份呢，對你哋嚟講係一個壓力。但係雖然講係一個壓力，但係你哋亦都會係有呢個晉升嘅機會。異性緣嚟講呢係比較好，
辛金嘅你哋呢，你哋亦都會係有機會有追求者，但係佢唔係咁明顯俾你見到嘅。如果單身嘅你哋呢，就要多留意下啦。結咗婚嘅你哋，咁就好好地運用你嘅好嘅人緣喺工作上啦。冬天、春天或者夏天嘅話呢，咁你哋就要好留意你哋嘅使錢嘅方法啦。有機會係會好想去購物好多嘢嘅，咁你就要好留意自己嘅財政啦。亦都係會係有機會有嘢係壞咗嘅，而令到你哋都需要去使錢，所以就要好好地去計劃你哋嘅財政啦。如果有刑沖破害太歲呢啲呢，就更加要好好地去計劃你哋嘅財政啦。因為講緊如果係身弱嘅話呢，尤其是今年係財運嚟講呢，如果你哋係身弱，咁好多時有機會係需要去使錢嘅，都要時時刻刻都要小心啦。尤其是如果有人問你哋借錢啊，庚金又好，辛金又好，有人問你哋借錢，都最緊要自己都要量力而為啦，同埋真係要諗清楚啦。咁有機會呢，如果你哋係生於喺呢3個季節嘅時候，你哋亦都有機會屋企嗰啲家居電器係壞嘅喎。如果你哋去旅行嘅時候呢，我就反為建議你哋最好就分開你啲行李，就唔好話執晒喺一個篋度，全部擺晒啲嘢啦。有機會會遲嚟啦，或者有機會唔見咗嘅喎。咁所以變咗嚟講呢，就最好自己就計劃下啦。咁啊，有啲咩小貼士去俾到大家呢？就係話，既然你哋都要係使錢嘅，不如呢度有咁多電器，屋企嘅家居用品啦，咁大家就去睇下有啲乜嘢係一時好時壞，咁你哋就好去換咗佢啦。呢個係其中一個叫做應咗佢嘅方法，因為就算你哋唔換，你哋話留住嘅錢，但係梗係需要去使錢嘅，因為講緊2025年嘅財係透咗天干度，咁變咗嚟講呢，你哋係會使錢嘅。嗱，喺我未繼續俾小貼士俾大家嘅時候呢，大家如果都未撳呢個免費訂閱掣呢，真係記得撳呢個免費訂閱掣同埋撳埋個鐘仔喎，因為我唔係定時出片嘅，YouTube 就唔係我嘅正職嚟嘅，我基本上會做客嘅 booking 多嘅。如果我有空檔時間，我先至講話去做啲 slide 啦，嚟去同大家去分享一啲小貼士嘅。咁所以如果大家有免費訂閱咗我呢個頻道嘅時候呢，如果我出片，咁大家就會收到信息噶啦。所有 slide 都係我自己去做嘅，咁啊希望大家亦都多多支持，去俾個讚好我啲片啦。嗱，火嘅五行好重啦，咁所以比較建議大家係要食翻平衡啦，因為冇人出世係平衡嘅，咁所以變咗嚟講呢，大家都可以去睇翻我呢個第3部如何去預測自己嘅運程啦。裏面呢，我就有講五行食物嘅，咁大家都可以去參考下啲食物。睇下有啲乜嘢可以啱自己去食嘅，咁就盡量靠食物嚟去食翻平衡啲啦，打好自己嗰個嘅免疫系統啦，睡眠質素要夠啦，咁你先至可以叫做夠呢個力量去對抗嗰個壓力。當你有好受壓嘅時候，有機會係唔記得嘢啦，喺屋企度又好，公司做嘢度又好，大家都貼啲字條去睇自己。當你睡眠質素唔夠嘅時候呢，亦都會係影響到你自己嘅判斷能力啦，做嘢嘅方式啦。千祈就唔好話要慳住喺食物喎，因為你運定要使錢嘅時候，咁不如對自己好啲，食翻好啲，因為始終健康係自己嘅。咁啊，講緊健康嚟講呢，如果你有後啦，或者老虎呢，咁喺呢個2025年呢，如果你有呢2個生肖呢，咁就屬於係有機會有炎症嘅喎，因為呢3個就為之係火型嚟嘅。炎症嚟講呢，咁啊有機會皮膚會出現濕疹啊，或者有皮膚問題啊，留意翻牙肉啊，或者牙齒啊，尤其是生於喺冬天、春天或者夏天嘅人，真係要留意呢一點啦。而金嘅五行呢，喺《黃帝內經》嚟講呢，就屬於肺部啦、大腸啦同埋個鼻嘅。因為個火咁重嘅時候呢，所以變咗嚟講嘅呼吸系統呢，就係個肺部同個鼻呢，就要多留意啦。所以係要靠五行食物嚟去盡量平衡翻個五行。當你嘅五行平衡，容易比較有呢個好嘅運氣嘅。都要小心啲手啊、腳啊、筋骨啊，因為係代表木嘅五行。而當個火咁重嘅時候，亦都會係有機會影響到嘅神經系統嘅。多留意呢一點啦。而
而做嘢嘅時候呢，千祈呢就唔好急急腳啦，要慢慢嚟，計劃好啲時間呢，咁你就唔會趕頭趕命啦。以上講呢啲都係作為參考嘅啫，始終都要以你嘅人生藍圖和你屋企嘅家居嘅方向為作準嘅。嗱，相信大家都聽過一命二運三風水啊，大家都係可以入去睇下我呢個2025年有關風水嘅，大家都可以睇下邊啲位置係財位啊、人緣位啊、學習位啊，邊啲位置係對健康唔係咁好嘅，咁大家都可以去做啲防備，可以喺屋企嘅中間點嚟去揾翻呢啲位置嘅，尤其是係身弱嘅人呢，咁呢啲位置都會係幫到你哋噶，始終間屋企都喺度咯。咁點解唔去嗰度睇翻邊啲位置係好嘅位置，就喺嗰度多逗留啦。庚金同辛金嘅十天干大致上就分享到咁多啦。我係國際風水師蘇玉珂，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